你累不累？累不累？累啊！真的重不重？穿好重嘛。啊，没有喘气，没喘气，一点都没喘气，应该不是很重。王母是谁啊？王母是欧姆吗？我是王清吗？不知道你说的王母是谁？应该翻译的问题吗？王母吗？是欧姆还是王清？没有王母那个这个人没听说过。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。还有